海洋本素唔若是生长生态，冇可能会害死岛礁。昨年开始，偏湖有发现一只大喙鸥，有人叫伊海鸟的一款岛礁。伊的颔管有绑一条树灵管，这几天台东冇看到，已经连续3档拢有啊。虽然学者认为这唔是同一只，不过若唔紧甲救，伊可能就会死去。台东富冈爆发最近有出现几只对日本、俄罗斯附近飞来过冬的乌背鸥，研究这只普色的乌背鸥生做无啥共款，颔管啊套一个乌色的树林壳，一定用喙去背，想要甲伊背掉。附近的钓客讲，一开始远远看就是迄是野猫。我也说是它的毛，就是项圈哦。伫去年甲前年，拢有人伫咧偏湖发现同款情形的鸟啊，也无经过台东野鸟学会会员观察判断，富讲这只也是一年的阿成幼鸟。若是甲前年、去年共一只，毛的色应该无同。经过了1年后，它们的羽色应该会改变。那这只还是这个亚成鸟的状态，所以应该推测应该是不同一只。鸟友讲，应该是伫咧找物件食时阵，无顺利互即个树林壳啊缩的颔管啊绑袂落。附近的钓友也讲，看起来敢若是古早时阵犯人伫咧野鸡。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讲，最近会想办法解救，避免伊死亡。它的脖子会越来越粗嘛，对，它就可能会压迫到，如果是颈部的话，就有颈动脉、气管、食道这些都有可能会被压迫到。鸟友讲，这2年来，直连发现颔管啊有吐到树林壳的乌尾鸥，这代表海洋废弃物的情形正严重。历史和平组织调查发现，每年有1270多吨的塑胶粪扫流入海洋。去年海保署调查297笔的海漂废弃物，其中塑胶类就占62%上多，一寡废弃物也继续威胁海洋生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